你家讲线上除了为法图之外，其实你家线上对非你讲陶瓷。为了都是没亲友研究，吼老师，从小从谁是动好搞那种羊奶粘土给他的东西，黑猫信上，是，随便做造型啦，抹舌抹嘛，他说随便找个，就现在跟一般小朋友美劳同样啦。不过也是种下了信上这个艺术的因子，好，然后天粉读地读，所以老师宝木也是有很多陶瓷的作品，是，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作品？是这样，我本身画平面的多哈，但是我对立体的东西也蛮喜欢。那立体方面能够做的就是陶土、较仿片呐，较仿片，较唔会创个那个什么石雕呀，还铜雕各方面嘛哈。就是泥土做就是选多个苗栗有个较传统的陶瓷厂，落师傅提嘅，而且有一段的时间呢，一面做一面学习，这种俩嘞，俩黑。也个我就从1995年开始，一两10年以前开始玩，做也个陶，苗栗做以陶为主嘛，苗栗以陶为主，对，做个造型，对泥土的性质，给它慢慢有个了解，看用个手再唔会裂，再唔会团，甚至唔会咁爆炸出来，因为是奶底部有个孔隙，它有爆炸，所以我对奶个性质了解以后呢，慢慢的因为讲要陶方面啦。跟生物较无安讲，因为陶土跟瓷土不一样。瓷土对于颜色的反应较强，因为本身在拍生嘛。陶土的话，较多嘅矿物原料啊，等等杂质较多，所以生物方面就较无安讲。因为讲我去个系一个画图的人，不但个造型上来做，生物我也希望能够表现出来，所以我就。从陶地方给转向到瓷，有些跟台北的国，老师有个了解。现在看到这一个好可爱，也个瓷土做。等一下，瓷土做对，用瓷土做个造型，做好以后，用这个瓷土一个釉下彩，高温的釉下彩去涂出来。哇，这个果纹的手出来，好可爱！现在还等一下，你看，这是异想天开了。你黑公异想天开嘛意思？黑公你就是说，因为做陶很活泼嘛哈，你做酿哈，做陶很方便，然后生物你可以这样涂那样涂，比画图来得更轻松活泼。反正我画图比较严肃，因为冇强用啊，冇强用的东西，对，墙面底部较严肃，立体的东西就可以做，可以各方面。哇，欣赏你看这一张好可爱，喊等一下。要装图嘛，就是做个身影的，因为跟脸孔还身影的哈。小孩题目叫《小孩与动物》。身影的像卡通人物啊，身影有木竹啦、拽啦、屁股啊嘞，然后小朋友喜欢一些养宠物啦，有头顶上有雕啦，底下有猫啊嘞哈，小宠物啊嘞，让他很有童稚之气，像你身影卡通一样啊。他你看到喜欢，小朋友看到也很有感受。真的哎，欣赏你的颜色，你应该设计师都很大胆哎。是，它用颜色很直接的，很返璞归真的颜色。好，最原始的，最原始，最原始开始。年来跟颜色没有是不断的调色的色。尽量不调。呛，风谁风，风谁风。对，对，颜色很饱和，很温润，又是一个釉下彩。大概算高温的时候，唔係講低温，低温的颜色都冇按講。高温的，然後去加的時候，去加來做，去加來切，所以對作品方面給色彩的飽滿，造型的可愛活潑，我都感到蠻喜歡。這樣不過老師你看哦，看你改你講陶瓷的作品，改作品哈，非改作品改融色啊，讓你法圖穹隆。因為其實我覺得哈，唐信上講，老師最強調的還是他最原始。最原始的该怎么改感工？返璞归真。返璞归真。艺术就是要有原创性，有个人性，所以讲在作品底部，它尽量有个很充分的表现啊，去搞个内在的情感，一个主观的作品。然后呢，我这样作品比较有原创性。真劲哎，对啊，因为可能大家唔了解我都在讲的意思，我想讲的是当老师用的最原始的颜色的时间，那就是他最粘来嘅用啊，粘来嘅用哎，然后
然后呢，有把系动物，动物又是老师讲的，就是它原本动物是最不矫情的，不做作的，所以一切都强调最原始的样子。所以老师其实讲到走飞这样子的一个狗场，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变成有很多跟人的互动？因为你可以教，你走得起。老师是不是有在那个下 K 台吼社区大学教这个？对，我从刚刚做了以后，我提个以前的艺术以下。台灣藝術學院，嗰個建築實驗，嗰個咪啲太好啦，我有搞到課，上到像油畫課啦，或者通識教育方面。在沙溪嚟講，我有沙溪教育地方，我有提嘅建築師嘅文化局，有嘅10多年嘅嘅沙溪影視嘅教西化方面的教學，是。老師，那有教該陶土嗎？冇，因為陶土各方面太麻煩，都是以畫圖以油畫為主。經常搞量，然後那個陶土就線上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創作。搞起吼，要卡歐洲啊，要打邊啊，各方面要好好手哈，一不小心又弄斷掉，太麻煩哈。對。所以老師現在老師有很多的畫展嘛，你懂得陶土，老師會不會有要做一些像陶土的展覽？就是。我有展览过，有时候配合我的油画，我有适度的拿几件来稍微角落或其他的地方来点缀，让平面跟立体能够结合在一起。但是陶土展的几率较少，因为运送也看不方便，有时候一不小心就打烂天某处各方面。平面东西是较方便的，像树样贴起来就因为那些较唔讲长短。而且外地线上但像系树雕那拍谁树雕木雕木头彩绘木头彩绘线上有走木头彩绘是那应该还能努力有一朵闪捏跟木雕朋友有时候引起了我对木头的兴趣虽然没雕刻但是我找一些奇木有没有奇奇怪怪树头有没有用给它形状可以有像个变形的脸啦，某处像个那个女王头像啦等等哈，有然后呢，我经过整理，有适度的雕刻，有地方有针有剪的去给它弄好以后呢，我重新去给它彩绘，变成当现代的立体造型，有色彩的立体造型，新现代的艺术品，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品，而且它是不是就可以变成像那种装置艺术走的？也可以这么讲，装置艺术没走得用是哇，所以欣赏你现在真的是你画图法图那是你的本业嘛这是生命中一起就该对抽感那个老师也走飞陶瓷，然后现在木头彩绘，有几个雕刻，立体的造型，有几个雕刻，是，哇，信上你这个整个生命费松还丰富多年哦，我把很多的时间都用在这艺术方面的创作。费松大啊，你看有做得起非洲看到按到该通喎，有冇有去到世界各地，冇向该地方去，是吸收应该。你讲养分应该灵感灵感所以哇，老师这个其实都冇简单所以3条你改用轻片来分享看，线上最近就现在有什么样这个展览的资讯自行让你抬高来讲一下。目前我提个新北市这个客家文化园区那边展览一港车有关的几批流畅。展览展到12月16號，接定12月22號開始要提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嘅展覽。所以讓鄉親朋友講下，家下鄉親朋友看到嘛？讀呢個新北市。有沒有新北市客家藝術園區？到12月16號，所以還有一社團嘅時間講呢個鄉親朋友對你講線上嘅這個作品都有興趣使到利用2台時間使到去看老師的展覽。歡迎大家參觀指導。12月22，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台中市文化局。展覽到什麼？到明年的1月10號。1月10號。1月10號，明年的1月10號。所以也是有個展。对，接着就在
台北还会有展览，台北、新竹、苗栗都有展览，明年呢比较多展览。唐公明年一整年，2013年、2013年改这个作品都这个展览都排满。是都还有。老师，那我们要怎样得到安永改自信？我们怎么样得到这样的展览讯息？这可能就是都是有请柬来通知了，请柬来通知的。老师，我们上网可以查到？上网的话应该有，应该有，因为就比如说我在明年在行天宫的，他们网也会有，还有在新竹社教馆或是这个那个7、8月会在我们内湖的研华文教基金会里面也有展览空间，或者是9月份几个台北市的那个第一银行总行，在重庆南路一段那边也有个展。好，该好，你该公信上公安都好，你也乡亲朋友可也冇记起了，冇上过哈，其实宋明啊，做啲青岛线上嘅一啲治疗啦，展览嘅自信哈，你嘅乡亲朋友亲得到，不过起床了解吼是俩腿事件，都性别是都新营嘅16號有線上嘅個展，線上有興趣嘅朋友使到一看，新營嘅22號都推送。天然啊，有线上嘅展览，所以咧老师的这个你讲线上嘅展览係 non stop 冇停止啊，所以是一扎接一扎哈，所以因为线上嘅作品动到好吧，受到动应该分享哈，所以想喺线上咧鼓励下你嘅从事艺术工作嘅朋友哈，给大家打打气，因为台家都讲哇，两条路行以來冇人改，就是这中间有很多的困难呐、艰难呐、艰困。因为你知道，在台湾走推班有时候这样的一条路，其实走起来其实也需要蛮多的一个支持，义斗感义气。不会错，我从事艺术创作、专业创作，就奖金有牺牲免了。从台好毕业以后的酸确实从一个无止境的像马拉松赛一样马拉松需要长久的坚持跟努力的，这样的。继续坚持奋斗下去，因为这个艺术工作我们马上退休，所以刚才我们上看到很多老画家啦，有没有画家，他说80、90岁还有作品，真的，冇讲50岁就退休了，就休息无止境，所以需要大家的不断的创作，继续来行这条路，当然也希望有一种你的支持啦，精神鼓励各方面。听众朋友都辛苦，提风一定很辛苦。可是就是如果给田行两条路，就是要很坚定，动电挺，不断的努力，零散漫达表所以这个公信上讲就是要绕台家讲，两条路行以来其实一定会有几个价值所在，一定有几个价值，不过台家还是要。都懂幸福还是要很坚定。对，到后面总会有成功啦，总期待成功。哇，好感人啊！动感一听为心动所以其实也是鼓励大家你看姜老师喜新厌异来也是对两条路永不放弃。是。永不放弃所以呢，杜两位建议本日非收是某你个共信上来到节目让你来分享。好，非常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向大家指头，谢谢你。好，所以咧，你个乡亲朋友杀到有兴趣杀到一看你公信上公应该展览，你今日东方宇宙上的公信上，你要向大家聊下，等下掌上来。